依然之声，少年人的悬疑广播电台。1993年10月24号，在目沙呢脑泉街这边有一个杏花林，伊是一个风景真水的所在。不过，这天啊，在山沟内底发现一具女性的尸体，因为已经拢腐烂去啊。这具穿红衫，佮有蓝色牛仔裤，身躯拢无正经的这个尸体，煞找无家属来领，只好啊，暂时先甲葬伫文山区的富德公墓内底。差不多就安尼过一冬后啊，7月5号，一篇叫做“自由少年找小妹”的新闻轰动台湾。读建中1年仔的黄国业，伊倒伫病床呢，甲伊的母亲做伙来开这个记者会，希望大家啊会当替伊找小妹黄佩芬。黄佩芬呢是读这个丰道国中3年啊。去年的中秋，伊甲朋友烧酒去西门町佚佗，结果就安尼失踪去。啊，着肝癌的这个黄国英呢，伊惊妈妈伤过烦恼。伊就紧找迄当阵共一班的同学来甲斗宣传，希望啊会当替伊斗找小妹。这个同学的名讲出来恁会惊，伊就是连战的后生连胜武。所以讲无偌久，全台湾的媒体拢咧放送黄佩芬你伫倒，也是因为安尼，文山1分局刑事组内底巡官黄国浩。甲组员黄基南，因就想着讲啊，一当进前，毋是咧山沟内底有一个女性的遗体，因紧甲资料摕起来对咧，啊，发现讲竟然敲电话给这个黄佩芬的妈妈来确认。黄妈妈来到刑事组，一看到迄衫裤随扣出来，因为伊非常确定，遐物件拢是因查某囝黄佩芬的。1994年9月30号，黄妈妈找到佩芬的日子，毋知敢是有啥物灵感。即天嘛拄好是黄佩芬失踪满1冬的日子。去年的9月30，即天是中秋。早起9点外，佩芬呢就出门去西门町的万年大楼，伊甲朋友烧酒要来去佚佗。因约伫咧一个姓朱的同学因兜。因为这个同学啊，因兜开花店，啊店门口呢就是公车站，交通真方便。因定定约伫这个所在。即天呢有落雨，这个朱同学呢先甲黄佩芬接来到花店，搁夜雨线去接其他的同学。想袂到，就是这5分钟久尔的时间，黄佩芬就安尼消失去。朱同学因老爸也就是这个花店的头家啊，伊咧店内，伊讲啊，如果咧困呢，毋知黄佩芬去倒。毋过一冬后，警察开始调查的时阵，就发现讲，黄佩芬到花店了后，伊捌敲电话给一个姓陈的同学，要招伊出来做伙出兵啦。啊，若是这个时间吼，小可甲比对一下，这朱老板的讲法是真可疑。而且呢，朱老板这间花店过顶天10月初1，雄雄就来关门，无爱做生意。朱老板讲是因为租约到期啊，厝头家吼无爱继续租伊。毋过有经验的人，恁就知影，若是租约到期，普通啊拢会先打红纸放送一下，互人客知影，无可能安尼雄雄就来关店。专案小组呢继续甲朱老板调查。伊嘛吼足乖巧，交代甲安尼清清楚楚。伊讲，一冬前的9月30号8点30分，伊驶车甲石牌啊迎总来送花，搁去咧滨江花市呢挂花买花。10点40分呢，就转来花店，讲伊休困到11点10分。11点10分过后呢，伊摕这个布啊去长沙街做机啊迄边去车埔边。讲伫遐差不多有40分钟久。
11:50，伊搁转来花店。无偌久呢，去外口食饭，食到12:10，转来花店了后呢，伊就无离开，一直到暗时。迄做鸡仔头家娘讲，朱老板是有来无毋对啦，毋过啊，3-2分啊就离开啊。伊搁交代讲，头家娘讲，若是警察来问吼，一定爱讲伊有来哦。这毋就是串供吗？而且过顶工就要关店的人，敢搁会去滨江花市来挂货？警察来找朱老板问话时阵，已经是足一冬后的代志。普通人哪有可能甲一冬前的代志记甲遐清楚，几分证据拢无争差？上重要的是，朱老板大汉查某囝，也就这个黄佩芬的这个同学，甲警察讲9月30迄天暗时，其实老爸啊，规暝拢无返厝。警察问伊去倒位，伊煞讲袂清楚。透早的行踪遮尔啊详细，暗时的去向就茫茫渺渺。有影3讲4绕开，检察官黄全禄就认定讲，这朱老板有重大的嫌疑。这位检察官黄全禄咧验尸的时阵，发现这个黄佩芬的红棍啊是腐烂甲上严重。这款情形呢，应该就是去用吹死的。检察官开庭的时阵，甲朱老板甲审问，足问了4点钟久。所有的疑点啊，其实伊拢讲甲安尼，讲袂清楚，乌龙蛇道。尾啊呢，伊竟然讲伊要放弃继续回答，讲啥物啊？即摆吼承认毋承认拢无差啦。啊，恁检察官吼爱真相，家己去查。即款态度呢，检察官差不多会当确定讲，伊就算讲毋是即个凶手吼，也毋过伊甲即个黄佩芬的失踪一定有牵连的啦。毋过1994年10月24号。检察官呢，甲朱老板带转来这个目沙的山沟边啊，用这个假人啊，要重建这个弃尸的现场的时阵，朱老板竟然开始话讲：黄佩芬，你讲，是毋是我甲你害？你讲啊！伊就安尼假电拉笑，敢是因为伊早就准备好，甲所有的证据拢用甲安尼清气淡淡呢？1996年6月。地方法院一审宣判，朱老板因为罪证不足，无该起诉。听讲啊，朱老板行出法庭的时阵，佮对这个镜头啊比一个胜利的手势，就是一个英文字 V。黄佩芬的阿兄黄国义，在判决出来了后呢，无偌久就来过身啦。黄妈妈嘛搬厝，搬到毋知影伫倒位啊。黄佩芬。你到底伫倒位？恁阿兄敢有甲你找到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到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疑广告电台。咱这个节目呢是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节目。咱顶届讲到迄个目沙一个少女吼，黄佩芬啊，伊去人杀死，啊毋过即个凶手吼是警察是知影讲应该就是谁啦，啊毋过吼无即个直接的证据啦，啊嘛无一寡较间接的啊科学的证据，当甲即个凶手甲定罪。伊即摆就变做讲是一个有尸体有受害者，啊毋过无凶手的一个悬案，啊可能咱是无法度看到伊去互破解啦吼，即个案件就会变做是即个型。若是咱到底要安怎甲破解，也是讲即个悬案，即款警察无法度处理的案件，即款少人讲看起来种硬斗的这种事件，到底要安怎处理呢？咱即集呢就邀请到捌做过即个外事警察的杜马斯对无？对，杜马斯。请到杜马斯伊是一个原住民的导演，也毋过因为因嘛有咧做因翁仔某啦有咧做即个母语的一寡推杀啦，即个母语包括着咱讲的台语，啊，佮有即个原住民语，客语敢有？
KE 技术啊，技术啊嘛有啦，我会记得是嘛有拢是有啦吼，都是规个即个武艺的即个推杀吼，拢真骨力的一个导演。啊，你咧做检查的时阵，你咧看即个案件，你有啥物想法啊？其实我进前毋是刑事的，是外事的。外事啊，外事应该会去犯着一寡较离奇，还是讲较粗残的，你就交互刑事安尼，敢是安尼？交互刑事，但是哦如果咱拄着即款的事件啊，嘿拍摄好，遇到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话，对我们还是会在旁边做嘛会在边仔看哦，爱翻译就对。会翻译，所以也会听到蛮多就是很离奇的事情。哦，嘿，若是即个案件呢，即个案件你来看是伊的问题是咧倒位？警察是哪会讲知影凶手是啥物人，啊，毋过袂当家己掠起来呢？应该是说当时跟现在就是在证据的保全上面，我们现在比较多的监视器嘛，包括有手机，嘿我们可以因为刚刚我在就是回去在看这些案件的时候，其实他的路边的证人其实就这嘿，嘿，所以拢有人看到啦都有人看到。对，但是如果是换到现在的时候，路人都会录影，哦所以那个证据力可能会更强。哦那因为过去可能就是大家说我有看到，所以我在看那个就是文章的时候，大家都只能说疑似朱老板的人，疑似，所以都不能说那个人是不是他。所以伊都讲有看到袂使，伊毋是讲有看到去烧金纸啊，啥有诶无诶，安尼袂使。应该是可以，但是安怎警察无介意？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袂使讲我看到你个烧金纸，你若毋是做贼心虚，你若个倒来烧金纸呢？袂使安尼。太那个，万一，因为这个又跟那个人权又有关系。迄年代都无人权啊！我刚刚看的时候，我也有想到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体的两面呐。对，真的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就是哇，就是有点很难想象说，在那个年代，1993、1994年，其实嘛无偌久啊，没有多久啦。但是那个科技的那个财政的方法或搜证，哇，就是差很多。咱即嘛是天眼时代，对，拢袂使做歹代志。现在那个监视器，真的路边跟着你的车一直追。迄届有一届，我敢若是伫恁遐嘛，还是敢若是伫恁遐一个条通迄边，我就徛倒摆，徛，我就因为咧赶时间，我就停咧路边。毋过我会记得讲，恁迄边佫有条通迄边，其实迄弯我就一细条巷啊，就歹徛。我就讲，我会记得讲，我就是停咧大马路边，因为我知影内底足歹停。倒转来代志办了，要倒转来要牵我的乌多摆时，奇怪，我停咧倒位，找无着，真正找无，我找2点钟久呢，你敢知？我路安尼，对，就安尼行过，个直直行，缓行，好多地毯式搜索呢。爱卡定呢？对，找无就是找无，我就是讲，敢是人偷牵去，我无可能啊！东光仔车厢要来偷牵，到底是安怎？我就无法度，我就去派出所。调迄个监视画面，警察就开始就开始放哦，就用伊个快转有无？伊就一台上，就伊就上着讲有你伫遮，继续就看着我继续洗，伫遮，又后一个对伫遮，你就伫遮，就快转对，就差不多，无到5分钟就找着我停的所在啊，其实真紧诶，其实很快，我家己找2点钟呢。因5分钟就找着安尼，对无？所以讲，迄个年代就是因为无即个遮济科技的物件，会当迄个才无法度家己掠起来，对无？若讲较早嘛是有一寡人就是绑票也好，杀人放火也好，其实警察也是有法度用一寡即个心理诶，即个方法，心理战的方法，甲伊迄心结甲透开，互伊讲出来，对无？恁外事的敢有做过即款物件？即个代志，对迄个咱外国的即个犯罪者，还是讲加害者，去讲用心理的方式，甲伊叫伊讲实话讲出来安尼。其实我做外事进前是伫保安大队，我们也就会在路上
就是可能会盘查一些五油啊呀，或者是酒驾的啊，对对对。那有的时候就是也会用心理战啊，就会跟他说，你就承认，我们就简单处理。比如说假设他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多的一些，比如说违规啊或什么，然后跟他有在赌，我们就说那我们罚单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再看看啦，我们就处理你现在的这一条，这样就好了。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他如果配合的话，就会带他去抽烟。不配合的话就没有人会理他。是啊，大概是这样也很坏嘛。就是讲你有大案嘛有小案，你若老实讲，就办理细条安尼。不是细条就是顺的过去啦，不会刁难，我们就赶快进去，赶快送案，赶快去开侦查庭。你后面因为大家其实很多，他可能也有事情啊，他不然为这个卡那么久。对，我学到一个新的名词，最近学到的，我就几通。这个人2通3通，你是讲通气吗？对。较早嘛有这个讲法，这个人一个人累积会当累到几通？有9通的无？10通的？10通的，敢有掠着？敢有迄款？就是差不多4通5通都掠着。你2、3通就大概，因为其实常通的，就固定就可能是那几个，所以有的同事他可能会有一个他自己记笔记本，就知道这个通的，他很多可能会是这个无家者啦，他大概就是偶尔会去搜一下，这个又通了他就去哪边去找他。伊固定拢在遐佚佗的。固定的那种大部分都是可能卖自己的身份证，去给诈骗集团。那个通就是小通小通比较大的通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是那个美油啊，美油应该很快就被抓，还不会到通也会有啦有的可能是强盗通强盗的有通，强盗通、窃盗通这个的话就奖金比较多啦所以但这个也比较难对，比较难敢有迄个人会把这个几通当作是一件就公用的代志。你讲那个嫌疑人我4通安尼，应该是无，应该是无。但是他可能会有的。我们出去可能盘查的时候，比如说你查他就故意跟你说没带身份证，然后可能就是报一个身份证字号，然后你看那个照片。有点像，但又不太像，可能帮他弟弟、帮他哥哥的那通常就是通。他已经逃在外面很久了，可能都是用他就是兄弟或是姐妹的那个身份证去报这样子。有这个面角角啦警察咧做代志时阵，其实嘛是真有路啦，就是讲一定要有这个有训练过，才会知影讲咱。其实台语有一句足歹听，不过我常常爱讲，咱拢无咧讲警察，咱拢讲贼头，对无？就是贼头啦恁带头的嘛，我爱听恁的啦。好啦，这集真欢喜会当甲这个杜马斯会当讲遮济为这个咱94年的案件讲到即马现代警察咧办案的时阵咧，用的一寡科技的方法啦、心理战的方法这个部分。那后一集呢，要继续来讲，毋过要讲一寡就是这个导演伊的导演身份伊即马其实伊嘛有摕到这个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的补助嘛，而且伊是前辈呢，伊摕了比咱搁较早。伊比咱搁较早踏入过即个母语推动啦、国家语言推动的即个物件，所以讲咱要来甲请教尾咱要即个节目要安怎走啦，搁有后壁即个计划要安怎摕啦可能伊都会甲咱来开破一下咱后一集呢，来甲请杜马斯呢继续来甲咱开讲。这是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咱后一集空中再会。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疑案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